心念彌陀離諸煩。行過旺角、佐敦街頭，每日睇見好多人擠地鐵、趕返工，為生計撲命。唔論年長定後生，個心好似永遠唔能夠安靜。有人為銀兩煩到失眠，有人同屋企人拗到心淡。見到旁人順遂就會陰自唔自在，細細一件事都執住唔放，日復一日捐入重重執念入面，成日覺得人生好攰。我自己一路觀察身邊好多朋友嘅經歷，慢慢先體會到，原來世間所有煩惱根源都只係一件事，太執住我。有位做文職嘅朋友，做嘢好勤力，每日朝9晚6，有時仲要加班到夜晚10點。佢從來唔偷懶，但心入面始終好緊張，成日掛住老闆、同事點樣評價自己，做少少就驚人覺得佢唔夠好。明明盡力做晒所有工作，都仲係充滿焦慮。放工返屋企攬住枕頭唔瞓，腦袋不停回想日間人哋講過嘅閒話，有時一句無心說話都會掛心好幾日。後尾佢慢慢學識鬆開執念，唔再將自我價值交俾旁人訂奪，只顧做好自己本分，唔強求人人認同，返工先變得輕鬆好多。佢同我講，原來唔執住人哋眼光，先至有屬於自己嘅安樂。仲有開士多嘅一位朋友，從前日日計較每日營業額，少幾單生意就成日唔開心，見隔離人流多就心生唔舒服，成日活在比較之中。夜晚收鋪都掛住生意起伏，瞓覺都唔安穩。後尾佢調整心態，每日只係用心招呼入客人，唔強求一定要賺幾多，有就歡喜，少亦唔執住。慢慢發覺唔再糾結得失之後，收時個心反而變得柔軟自在。原來困住自己從來唔係生意好話，只係內心嘅貪執同比較。好多人誤以為想尋心安就要遠離市區，匿係深山靜處，其實完全唔係。就算日日身處嘈雜茶餐廳、擠迫地鐵，只要唔被外境牽住情緒，唔執住財色名種種誘惑，當下就係屬於自己一處清靜地。反之，就算隱居山林，腦袋仲不停回想世間拗撬得失，一樣滿心雜念，根本安樂唔到。關鍵從唔係外在環境，而係自己點樣安放個心，唔好將世間一切當做永擁有。世間萬事萬物本來就無常，今日到手嘅開心、順境，聽日隨時會轉變。眼前嘅難處、委屈，亦唔會一世跟住自己。好多人唔肯接受呢個事實，執住過去嘅遺憾、未來嘅憂慮，將自己困喺一團亂念入面。有位年輕朋友，因為從前同親人有誤會，多年來一直掛住怨恨，每次諗起都心口翳悶。明明事情過咗好耐，都唔肯放下心結。後尾佢慢慢諗通，所有恩怨都只係一場緣分，緣起相聚，緣散分開。執住怨恨只係折磨自己，對任何人都冇益處。慢慢願意寬解，個心先鬆開。夜晚終於唔會再因為往事失眠。平時我閒時唔會瘋狂刷手機資訊，會揾個安靜角落坐低，輕輕一句阿彌陀佛。好多雜念湧上來嘅時候，唔好跟住念頭亂走，只係將心神安喺佛號度，慢慢就會平靜落。有時發覺自己又執住得失，人哋眼光，即刻提醒自己，一切外境都只係幻影，唔值得耗損自己心神。呢個方法唔複雜，唔需要艱深道理，只係簡單收攝六根，唔俾眼耳口鼻隨便追逐世間誘惑。好多人誤解，以為放下執念就係消極唔爭取，其實兩樣完全唔衝突。盡力做好眼前每一件事係本分，唔強求結果先係自在。譬如打理頭就用心招呼客人，返工就做好每項職責，但唔執住一定要發大財，一定要升職。努力係盡人事，唔糾結得失就係護持自心，唔會因為結果好壞而大起大落，情緒唔容易被牽動。身邊好多長輩
年輕人最大嘅掛念永遠係屋企人，日日憂心親人健康，將來嘅各種變數，預設好多壞場面嚟折磨自己。其實真正嘅惦記唔係憂愁，而係珍惜當下相處時光，多體諒，多陪伴。緣分有長有短，相聚分離都係自然。我哋能夠把握只有今日此刻，唔好用未來未知恐懼浪費眼前相處嘅開心。成日滿咗憂慮，唔單止自己辛苦，身邊人都會跟住壓抑。好多朋友話想揾一處永遠安靜嘅淨土，遠離所有煩擾，但其實淨土從唔係外面揾返來，係由自己個心修煉出來。只要慢慢減少我嘅執住，唔貪求物質，唔介意旁人評價，唔記掛恩怨，看透萬事本來無常，唔再被外境牽動喜怒。無論身處幾嘈雜嘅鬧市，內心都會留一片恬靜平和嘅地方。唔需要捨棄生活，遠離人群，只係每時每刻輕輕鬆鬆調整心念就得。好多人念佛一段時間，反而覺得雜念比從前更多。其實唔係念佛製造煩惱，只係從前唔會察覺自己內心種種亂念，靠佛號先照出心底貪、嗔、痴。唔使驚慌，唔好厭棄自己，唔好跟住雜念飄走。每一次心念走歪，都輕輕拉返去專心法就得。日日堅持，慢慢雜念會越來越淡，個心越柔軟，唔容易動氣，唔容易執住。亦好多人疑惑，淨土到底係真實地方，定只係心中幻象？其實兩樣唔衝突，心入面嘅自性本來清淨。西方極樂亦係真實聖境，唔好執理費事，亦唔好只執外相，忽略內心修煉。平日持佛號，信願求生，先係穩妥之路。唔使執住一定要見到光，見到聖相，最緊要內心生出真實厭離娑婆、因無安樂嘅心意。有呢份真心，自然能夠感通彌陀悲願。仲有好多朋友一聽到要持戒行善就覺得束縛，其實五戒十善唔係約束，只係保護自己唔做惡，唔招痛苦。唔殺生係體恤眾生，唔偷盜，唔邪淫，唔妄語，唔飲酒，每一樣都係減少日後嘅煩惱因果。唔好覺得末法時代可以隨便放縱，一時舒服，將來要承受嘅煩惱只會更多。持戒唔係壓抑自己，而係令個心越來越輕安，唔會被煩惱綁住。好多人修持途中，一時勤力念法，一時懶散放逸，進進退退，其實只係生死心唔夠真切，總覺得死亡輪迴離自己好遠，唔會即刻到，先會敷衍修行。其實人生好短暫，世事無常，隨時會來，唔好浪費每日光陰。定下簡單功課，每日抽時間佛，堅持唔間斷，慢慢到心會穩固好多。遇到想退縮嘅時候，靜心反省自己嘅懈怠，懺悔之後重新堅持就得。世間好多人中意追尋各種奇特境界、靈異感應，其實唔需要刻意追求。念佛最珍貴嘅體驗唔係奇景，而係內心安穩，少咗怨氣，見事唔容易執住，待人變柔軟。時刻記住，我哋修持最終目標唔係求世間福氣，而係脫離輪迴種種苦，往生西方極樂，永遠唔使再受分離、憂愁、貪執折磨。一路睇盡身邊人嘅種種執念同煩憂，慢慢體會世間一切擁有同失去，都只係暫時緣聚緣散，全部離唔開無常兩個字。所有痛苦根源都係太執住自我，將個人感受、得失、旁人眼光擺喺第一位，少少唔信心就滋生嗔恨、妒忌、不甘。只要慢慢學識放下我執，唔再執住世間種種幻影，心念時常安喺彌陀聖號之上，內心自然會生出長久安寧，唔會再被俗世煩憂牽扯。無論返工捱苦，屋企相處有摩擦，定係面對種種得失，都記得鬆開執念，心念歸向阿彌陀佛。世間一切只係暫時旅途，
真正屬於我哋嘅安樂家園，係西方極樂淨土，唯有放下一切我執，先能夠安心歸去。空是因，無常果，捨我執，歸淨土。南無阿彌陀佛。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俾個心心，加埋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。拜拜。南無阿彌陀佛。